大众评级。开始下伏击到5行3级公里前到1弓，再弓，3弓，蹲到1弓，再弓，3弓。前面的是指挥前到弓，蹲到弓。请坐下。喂，咱做伊呢咱这个会议所长会议前会着着大家晚安。晚安。一年足紧吼，过啊，所以咱已经1年外，无遇到金天啊吼，所以伫这个时间上，人讲岁月如梭啦，日月如梭，会使个讲过年了后，已经过经过要1个月火气吼，所以很高兴讲岁月如梭。那因为伫这个当中吼，咱今年8月开始疫情啦吼，应该是会宣布一件代志啦吼，因为咱头仔呢这2日拢有来参加着咱丽华组长所开的这个文礼开的散步班啦吼，但是咱头仔进行规划，有咱组长啦吼，每一组应该拢2个最起码找2个来参与啦吼。但是经过咱同学的这个呼唤的这个讨论啦吼，看较进步，但是无完全是无啦。我是感觉，咱这个工课，因为队伍买的方便，一定人才爱参进落去，因为人才要参进落去，咱是要每1年、2年、3年，就是这代志，这代志。所以这个工课是足重要。咱各位领导，组长咱有感受这个问题，真重要。就是你人才无培养起来，后日倒完全是这个代志。所以我希望拜托，咱的领导对交代咱的组长，真正把咱做恁的物件，真正甲参进落去。即个我有看到阮阿芬因为因妈妈嘛叫出来啦吼，因阿姨嘛叫出来，因阿姊嘛叫出来，因阿姊过去我咧叫歹叫，什么阿姊毋则叫好叫，伊咧上班叫出袂使。这就是讲，因为伊真正会叫，你甲看看，丽华组长遮有心，遮有心咧带，甚至咱各位含叫人出来，嘛遮有人。所以呢，你上昨啦吼，我伫台北看到伊直叫我来，昨开3块桌伫遮啦吼。但是3块桌伫遮当中，我看别较真青草，真澎湃啦，真青草吼，真澎湃。但是我听讲，这1年拢开伊，但我最近甲恁各位宣布吼，反正咱丽华咧推动三宝，甲咧推动文礼所开的费用，拢伫咱道长身上。因为安尼就行袂久，因为伊要对咱道长做，伊要甲咱要道长做这个工作，咱就感觉不真啊。你讲要互伊家己出钱，伊嘛真客气啦吼，安尼嘛合无合。所以我希望讲未来无论是咱道长的三宝班也好，文礼班也好，所用的开支拢对咱道中心来做个申请。佫一点就是讲，咱家积极组长，我相信讲各组对一组有叫出来，无叫出来。我真也无赖讲一组组咧念念到底嘛真有阵时嘛真无好啦。各组组长有叫出无叫出来，应该甲伊做清楚。我未来我要叫另外组长做一张表对一个领导，单叫几个出来，这组是
即组甲吼，比如中央1、2、3、4，三组、四组对组有叫出来，赢几组对组有叫出来，哦，该做着表无啊，对啊，除非啦吼，你做着表啊，不然咱因为咱好学习，你着推动即个工课，即个工课推动好起来，咱的课文完全去用其他。啊，所以呢，希望讲，咱会当落实学习即个工课。啊，我若是国外传来我看，安好无？除非啦哈。咱今下呢，就是继续咱金光厅的即个18分咱进前讲18分，18分就是一体同冠分同冠分啦吼。那一体同冠分内底当中呢，咱各位伫进前咱年底咱已经着把迄个即个部分已经讲到18分讲完，讲到着迄个19分伫银行前面讲1分。这分就是叫做法改通化分，法改通化是安怎？28分会讲一体同冠，28分、19分会讲叫做法改，这通化分。当然，咱知影，28分的上尾有讲到过去性不可得，现在性不可得，未来性不可得，叫做三性不可得。到这结束了，咱18分。即个即个段落，但是今日咱的贡献讲到19分，讲法改通化，是安怎今日咱梁武帝的即个囝昭明太子，伊会把这段做了，叫做法改通化。讲话咱今日一定爱去了解，伊咱这段当中有秀出啦吼。今年法改，法就是一种自然。也是一种一种自在无碍的物件，改就是一种的界限，叫做分界。所以比如咱讲，叫做十法界，叫做10种的法界，界限，界就是讲有一个段落，有一个段落叫做界限。因为咱后壁这段话有讲到，比如讲咱佛菩萨比丘佛阿罗汉、天人修罗魔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啦吼，这叫做分做10个法界。但是这10个法界，因为各站的修行的单处不同，所以不同的迄个界处。那当然，咱今日爱知影，这个法界咱做一个代志，咱有定少不了解，比如有性的。咱有叫做财产法制，有一句话无？咱有阵时无了解，叫做法人，这两句话。法人一个解释叫做自然人，自然自然人。什么叫做自然人呢？就讲这个单位内底，毋是属于个人的，自然的，这个单位毋是属于对一个人的。比如讲，今日我的财产，房新创的什么企业，这董事长是我房新创的，这叫做公司我的。个人有限公司有个人有公司，但是进入了财产法人，这个法。那法人，咱拄则叫做自然人，自然就是无属于什么人的。比如今日有性，咱要知影，进目前中的自然人，也是目连前人来。承担着这个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因为这个法人需要一个人来管理这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任何伊的囝儿的事实，什么人袂使去替代？比如咱前有一个位空气，伊的囝无管理人来承接着伊这个伊的性能，每项财产，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伊的性能无论是什么人。都袂使去动到二号性人的财产。安尼讲，因为你若趁钱来，趁的钱入来爱负担责任，卖出爱收付内底。但是你所有即间性能到尾若废掉了，就简单讲来讲，即个组织废掉了，即个土地就属于咱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的，毋是属于什么人的，安尼知影啦吼。这个叫做自然法制，无属于什么人的，安尼对。
啊，所以你到法界即句话，咱就看即个法界即句话，哦，都毋是，就是甲你讲叫做自然法界，哦，叫做自然法界。啊，伊法界就是有一个界限，法就是讲伊法的内底当中有一个自然的，有一个自然的界。啊，即个自然的界叫做哪？就咱拄则讲，迄个法界，迄个界限，哦，菩萨的界，辟支佛的界，阿罗汉的界，天人的界，甲人的界，哦，甲阿修罗的界，畜生道地道落位道界，迄叫做界，因一个，但是伊拢属于法界的其中的一个界。哦，简单讲起来就是安，拢属于一个，因为怎讲？因为一切现象皆以违法而有差别。因为因即种个受违法，但是因为有分别的法界，有差别的法界。就我拄则讲的，佛甲菩萨的法界无相像，菩萨甲辟支佛的法界无相像，辟支佛的法界甲阿罗汉的法界无相像，阿罗汉的法界甲人的、甲天的法界无相像，天神的法界无相像，天神甲咱人的法界无相像，所以就是每一个界拢总无相像，迄叫做差别。但是因为因拢伫是自然法界内底，但是有差别，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呢，你们伫咧看题当中，就是即个法界通法是安怎今仔日咱庙宇地带来讲到即个工课，所以咱后壁即段咧再看落去吼。所以法界就是咱拄则讲的，有一个自然的吼一个界限内底吼，伊上做一个界。但是通法法界通法。后壁即个通嘛，即两句话，因为伊就是讲，即个通就是无碍，无阻碍的意思，哦，所以咱讲叫做穷虚空，哦，啊骗法界，穷虚空就是无碍意思。咱今日知影，一切动念内底当中咧，咱叫做，哦，所以虚空的内底当中，那迄个叫做，迄个什么叫做，迄个叫做，迄个什么强师讲吼。哦，迄个呐，有人要了金标风啦吼，哦，除了少年少虚空啦，啊虚空说咧出等的了金标风啦，啊虚空都无一个变化的物件，迄是一个超虚空，虚空是一个无限，简单讲起来无一个边的所在叫做虚空，哦，简单讲起来都无一个界限内底叫做虚空，啊因为即个虚空就是讲金标风伊咧讲就是讲。即个虚空无变换，你要了我虚空，无好了我金飘，无可能的意思。伊用一句话就来影射讲，你要了我金飘，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所以咱来讲，少虚空的意思。那咱拄则讲着就是讲，即个通法叫做超虚空，超虚空就是无碍意思，通就是叫做通达，叫做无碍无阻碍的吼，通就是无阻碍嘛。哦，所以像咱迄个变数迄个包通的啦吼，啊有一个稳通的啦啊有一个什么通的啦迄通就是讲绝对包你会通啦，袂去脱掉的意思。哦，所以这个通的意思就是安尼。但是这个修道一定要达到一念清净，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嘛不可得啦吼，完全清净。所以咱华严经那一句咧讲，一心不作两观大道即现前啦吼，这是一个咱的华严经有一句话咧讲的，一心不作两观，就是讲咱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定向，咱的心袂使有对入相啦。那一即一切一切一一，咱的心若有做分别相，所以叫做对立法。所以讲一心不作两观。我常咧讲，你今日定点看你一日花，你观一日花，观到尾一日花，伊自然而然会对你微笑。是啥原因？因为你甲这个心，你这个心甲这日花已经有相应着，所以叫做一心不作两观。大道正的眼前，大道急就是讲足紧的，急就是讲马上就现前你的目睭前。但是讲你若讲一心清净了后，
即个花就是哪如来化身，毋知一翕一世界，啊一花一如来，这是咧讲这个物件。一翕一世界，一花一如来，咱就讲个这个物件，咱是听咧着。咱即个体认甲一花一世界，一翕一如来，这个意境，若要甲讲起来，咱也无法度。因为咱无到迄个所在是听着文字尔，咱也应袂着。啊，所以呢，而且咱应袂着，咱一心得作用缘咱一心就是咱的心上杂，咱的心想了伤济。所以呢，咱今日要看到迄个如来的实相发生，看袂着。所以，咱来讲，法就是咧讲，面拄着了障碍，叫做法有条理。所以不受任何影响，是一种融化的即个艺术。所以法就是一种融化艺术。咁样讲起来，就是我常讲的，碧川为海同一味，冰鸟依山无二相。即个叫做法，法有一切的物件。换一个解释就讲，因为我无受到什么物件去甲影响到，比如讲今日即个大海。即个大海内底当中有啥物件？因为伊所有的世界所有的水，无对象水无流伫大海里头。比如讲化学水、变数水、迄落土水、太空水、什么毒水，什么物件无走对海底落去，逐项嘛走对海底落去，是毋是安尼？所以因为伊拢做甲化掉的，化掉啦，化掉叫做咸水，叫做海水。如果咱若今日想看卖咧，即个大海伊若有功能呢，化掉着一切，即个太空水。那安尼当中，伊世界一日流落海中的物件啦即个太空水啦，比如讲大金公司所流的迄个化学水，连续要流几啊年、几啊十年，世界拢要做流，迄水内底当中可能规个海底水就做垃圾啦，是毋是安尼？有够垃圾。即个变成即个海底的水，都毋是海水啊，都毋是咸水啊，因为伊就是有功能啊，化有条理，所以一切所有的太空水落到海水去，拢是项名，叫做咸水，叫做化掉。但是咱今日，咱即个心法界通法，咱即个心有通有无？咱即个心就是无通，咱即个心就是脱掉，是安脱掉咧？听一个声，咱就接掉咧；看一个影，咱就接掉咧。发会去袂？咱发袂去。30年、50年、几十年即个心，毋通叫做固执，毋叫做执着。执伫咱个人之间了后，几十年拢系伫心灵内底。所以咱前面讲一句话，什么物件拢会退化，都惊咱的固执心会退化。伊就是讲即个道理。咱今日去想，咱即个心无通通，咱即个心无通化，就是咱今日即个心受着一切即个一切法的内底当中，我若听着好，我欢喜到要海；我若听着要批评我就气到要海去；我若去食着好食，我就真欢喜；我若去食着歹食，我真生气。所以要达到一心不作用观，就是讲我面对着一切所有物件，我拢要去疑心。那安尼当中呢，带到这份眼睛，就是你马上当下，你就看到伊的如来本体去。所以呢，伫这个当中咱来讲，冰鸟规山无异象，1,000只，100只的冰鸟，咱拢飞去着即个山，即个山虽然讲是青色的，但是所有的即个鸟仔晓伫山顶了后，迄个青色拢变成拢变成迄个鸟的色。比如讲，即咱较早看着迄个平面诗叫做什么鹿白鹭鸶迄甲捡落了后当中，规粒山是毋拢白，是咱今日当中咧讲，咱今日咱即个心。所以法界通化，简单讲起来就讲，叫咱袂使去自心。安尼你我拢自心了后，你当会通达。咱修道修几十年，学道学几十年，咱甲想看卖咱是毋是咱即个心有进步？
咱有提升，当然这是伊咱上界重要一件，咱要修的工课。是安讲，咱无提升起来，咱伫修办的这段当中，拢敢讲是咱较早，我做囡仔讲，阮爸咧讲，你拢排骹仔，甲人食便当尔，就是敢若讲起来，你读册，咱读个咱去校读了有得到物件，咱去读了有得到物件，是毋是啊？咱咧排骹仔食便当，敢若讲起来，修道上界重要，对自己这个心开始动起，咱要牺牲一切，咱要奉献一切，咱最主要的宗旨对一个所在，当然就是咱要成就。当然，就是你家己的代志，别人你拢免管，别人你拢免甲插，别人成就袂成就你免甲管，是毋是恁家己有成就，这上重要。但是法界动画头前这段话，就是讲，咱娘母弟的囝叫刘太子，伊把法界通法这句话，就是咱拄则互我咧阐述着。伫法界上的内底当中，伫自然界内底当中，伫自然法界内底当中。咱今日无受到一切物件去界，比如讲咱是毋是人的法界，对毋对？咱是人的法界，伫即个法界内底当中呢，咱有通化，咱无同通化，所以咱伫修就是咧修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段文，当然伊的重要的义，就是叫咱自心自主，这粒心安处的好势。但是袂使主，袂使执着，叫做自心无事啦不过因为这段文啦应该是也有简单，但是呢，咱来读一遍我读一遍，咱对读一遍苏菩提，无以温和，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必福多福，如是世尊，出人以是因缘，必福甚多。苏菩提，若福德有失，如来不说福德多。是福德无过，如来说福德多。当然，讲到这段来，咱所看到当中呢，有几个重点啦所以第19分的内底当中呢，咱首先爱注意了3段经文，伊3段意思。第一段意思就是咧讲。这个19分，19分的经文后，首先要注意的是，第3有3段啦。这段毋是用来照亮，毋是照亮持金刚经这个人，这段是依照3000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来咧照亮，毋是咧受持托上金刚经乃至数义乃至数义的为他人说的功德来相照亮，毋是这个物件。换一句话来讲起来，这句话，这个物件，若依照咱的，比如咱的11分，第11分，咱互11分，咱看3000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来咧照亮，这毋是。咱互用一段，这个叫做第11分。第11分这段是安怎讲？咱看好本文苏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定恒河为云河，是诸恒河沙名为多河。苏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咱我说无超过为云河，名为多河。苏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上多无所何况伊沙啦来后壁这段比如咱来了解者，本文苏菩提五经是言告你，若有善恩做善女儿，以七宝
满里所行的所所，什么人世界七宝行布施，都师傅伫成道世尊，因为这个文咱来了清楚了佛告师傅伫若有善人做善路，无处金刚乃至于树林顶，为他人说，如何的圣贤福德，有无？即咱看着这段话就是咧讲啦，就是讲用着金刚经的功德来照亮着3000大千世界七宝，安尼听啦所以伊这段就是用金刚经本来的经义来咧照亮，因为伊当时行了沙数，遮尔啊济物件，伊会当读着金刚经乃至树林顶为他人的说，当然伊的功德会当胜过着伊啥物件，行好沙数。七宝满里所七宝，的功德，所以这段互咱做者清楚，所以而且当中已经甲你讲啊，乃至树林顶为他人说，但是这段呢，当然就毋是咧讲即个物件这段就是讲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有无？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是多福，是我的如是世尊，处人以是因缘，得福得福是多啦而这段当中呢，咱意识呢得成多，师傅伫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福德是福德无是无如来说明福德所以因为这段当中啊，咱互我先把经文扭清楚，互咱知影讲，今仔日伊这段含81分，依照这个3000大世界，以书义德。因这两个对用，伊是用金刚经的经义，会当为人解说，而他人说，乃至水德为他人说，伊福德胜比，这段是咧讲安尼，但是这段就毋是所以呢，这段毋是用着这个叫持经功德，这段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成布施的功德来受这段。金刚经啦乃至于树林为他人说，来照亮咱我拄则讲的。这段就是咧讲啥物件？这段就是咧讲，行布施，这个人不可自小，这第一点一定要注意到，因为这个意思绝对无相像。那第二段呢，就是咧讲啥物件？爱注意到这四义，这四义意是因缘，这四义。这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佛摕着七宝以布施，以是因缘，福德多福，师傅人个师傅伫答说以是因缘，福德成多，福德成多。问个啦伊问个就是以是因缘，师傅伫讲是人以是因缘得福成多啦所以这四句，这四句文啊真重要得福成多，这以是因缘，这四句字啦那第三点呢，伊就是讲啥物件？伊就是讲到金刚经的第4分，叫做妙行无助。这段话讲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第19分前面有第4分叫做妙行无助。这个妙行无助就是这段话咱互扭出咱看者本文复处师傅地，菩萨有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这叫做妙行无助的道理。所以这段若有住的物件，就无法度依着这个3000大世界七宝，因为以是因缘来咧布施这个代志。所以因为这段第19分的内底当中，有讲到这3重点伫咧。所以这3重点咱是较摸清楚，因为咱看一份较简单。第一份，第一就是咧讲啥物件？就是讲，因为伊的照亮，毋是用3000大千世界七宝，毋是受持福上处境乃至水德为他人说的功德来照亮3000大千世界，毋是安尼解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因为金光义，伊就出现着以是因缘这个道理所以咱即段话啦因为这个书目题，可能问书目题，伫你的心理以后，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啦当然这3000世界七宝，这已经讲过几啊遍啦就是用伫迄个一粒的地球啦的七宝，安尼比喻较好啦，伊用着即个大数的物件来比喻。较少有一个人用一粒的地球的七宝去布施啦伊用布施啦，施是人以是人，得福名为多福。当然，即句话就是佛咱无说法的。即个人用11粒的地球的七宝来布施伊用布施是人，即个人是以是因缘，得福名为多福即段话咧足重要。所以若即段看无落去，可能后壁咧读袂落去因为即段话，迄阵当时，咱去伫迄个泉州的时阵，迄个杨婆冲水杨婆，迄阵因冲珠离迄个泉州啊真发达，所以伊杨婆叫我过，伊讲要甲我问金光经的一段话，结果过就是咧问即段，所以伊即段话，伊无了解即段话意思，所以咱互我其他人讲。即段话后壁咱讲着所以因为这嘛是咱读经的一个盲点所以即句以是因缘，这是真重要物件就是到世尊，处理以是因缘如是世尊，即句话就是数目题回答着世尊啦处理以是，即个人以是因缘，得福成道啦数目题。若福德有失，如来不说福德多；是福德无我，是故如来说明福德多。好来，先咱讲，安尼咱互我大家讲一下这四义即个有用这用七宝来布施，以是因缘，这是讲啥物件第三点就是咱拄则讲着，就是讲即段话，跟着即段话，即段啦而且即段话，就是讲啥物件呢？到第三点呢，就是咧，第三点呢，就是咧讲，伊内底一定要发挥到妙行无助，叫做自心无助，安住即粒心，袂使有自利一切上物件所以而且咱咧讲，咱先甲经文先读了清楚，那安尼咱要了解，咱就咱了解，咱即摆开始对第一段来甲分析啦数目题为如何？若有人阮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福。当然，咱我拄则讲的，若有人是指什么人？若有人这个人是指什么人？第一，就是指着讲无自行施这个人，这个人无自相，伫咧布施。跟咱讲起来。这个人就是已经达到菩萨到摩诃萨，甚至大菩萨，但有法度达到行无自相，行不自相，自行施，但会当三心不可得来行布施。因为这个是因缘，伊是因缘，咱的《金刚经》第18分的内底当中，伊是用着三心不可得的因。3000大千世界七宝缘，按咁条意思，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为因为这段话伫《金刚经》的第18分拖落来物件，当时佛陀的时阵，伊是要分做32分，就咱过去甲讲过，是因为昭明太子。因为为着要咱后一代人要读金刚经考下手，所以他分做32分出来。32分出来了后，伊免不了佛陀咧讲经说法内底当中，伊第19分有牵着这18分，第18分有牵着17分，第18分有用着19分，第19分有用着20分，这是一个连贯性的物件。所以经典咧看，咱一定要了解伊的背景。如果咱
经讲18分，后壁说带过来，安尼叫做断章讲经，断章咧讲经啦，把伊的经典做较断掉咧讲经，讲了到底，你一段就讲袂落去啊。所以呢，伊是因缘，就咱就讲话，因为伊用着伊着充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3000大千世界七宝是伊是因得到人的道福。哦，当然，即句话是佛陀咧问师傅的即句话。好，所以咱一定要先了解即个特点。以什么因？以什么因？哦，以什么缘？今日即个因，即个因，正因，即个缘结，缘结，因缘后壁就果报，因为即个缘叫做起，缘叫做起来，起相，起相，起相，因为即个缘就是讲。3000大千世界七宝，遮尔啊济物件，遮尔啊济物件，遮济物件你摕来布施，你要摕这物件布施，但是你是心心的摕这物件布施。如果你今日去摕这物件，我若摕一个心，我布施就用3000大千世界11粒地球，会哪第七宝来布施，你生这个心，你种了这个心，叫做有目的的心。叫做有量的数量的心，数量有数量啦，安尼毋是叫做从虚空偏不界，叫做有限界、有限界，这叫有限界、有限界、有限界。但是因为伊就是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甚至未来心不可得，伊用着一个空性。空性的布施，空性布施。简单讲起来，过去心不可得，如是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所以伊用着这个空性的布施。布施什物件？布施着3000大千世界这个七宝，这个物件。如果我用这物件，便无成心，安尼叫做哪？叫做如是布施，叫做如是。金刚经的第3个有一个叫如是，如是布施。这个如是布施就是讲用着自相，用着自相，自相布施，如是的讲自相，叫如是布施。但是咱即摆就是哪？咱即摆众生，拢就是以上，比如咱这个流失，这个流失当中。咱若即个条仔无烧完尔，我布施500块，咱若无钱仔，无一个红纸搭咧，咱讲我这500块，毋知叫庙司当中转借钱，无搭，我这500块无搭。我1000块才无，我无看我这条条仔，所以咱若去到庙司，伊边仔搭甲密麻麻啊。红纸拢是当什么大体布施1000块，什么大体布施500块，什么大体布施偌济，拢就是安尼。搁一个问题，布施较济拢下伫头前，10000块下伫头前，2万块搁下10000块头前，10万搁下伫1万块头前，是毋是安尼？迄叫做分别相，分别相，差别位，分别相差别，所以迄叫做直相，叫做着相，迄叫做着相。着相这物件，叫做布施，这叫做着相布施。但是金刚经里这段话就是讲，叫做如是布施，所以讲叫做空，你用一个空相，三心袂使得个心，三心袂使得因，你种这个因落去，所以咱想讲啥？因地果还心，果还生，果还生啦因地果还生。你种什么因落去？你这缘，什么因落去？你缘一定出来。你种土豆落去，
伊一定就是后日即个缘所生出来的果报，就是伊个即个土豆果。无讲即个因的经济种了后，你生出来就会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你土龟种了后，你生出来会土豆，这拢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伊来讲，是人伊是因缘，咱一定看顶面一段金刚经的第18分的上尾一段，是人伊是因缘，伊是用着即个三心不可得的因。既然三心不可得，敢袂拢总无？如果你讲无去了后，伊搁变成一个，伊则变成啥啊？断灭，你都落入断灭去。断灭就是讲动无去啊，毋是，因为伊是哪？伊是用着一个真清净，伊是一个真清净无念的物件，伊是一个清净无念的物件，保持这个物件。这个意境是相反的。就我拄则讲的，无菩萨的境界，无摩诃萨的境界，这些物件做不出来。咱来想看卖啊，所以一直就是，一直就是要有这个，即句话重要就是讲，以什么因，以什么缘，这是教你太子来分科来分出来内底当中的。其实，咱伫连着18分的这一地同观分，就是讲的三心不可得的心啦三心不可得的心为因啦三心不可得的因啦。因为你有一个得了后，有一个得了后，这个就变成一个你有一个得，这个变成一个能得啦这个能得，有一个能得，后壁一个叫做所得，这足惊人的物件。因为道理咧讲就是讲这物件，能，我有得到一个东西。我要得一个物件了后，对方就是我有一个所得，因为有零的对面，零的对面就是嘛，这零的对面这就叫做心嘛，我有一个能得的心嘛，一个所得的境嘛，有所得的境嘛，是不是安尼？你有能得的心，有所得的境，都有一个目标让我得，比如讲三心不可得的因。这叫做因心，你种这因缘，就是讲叫缘起，就是讲叫境啊。你有这个因，甲有这个境，有因甲这个境，你若这个因所种的，就是一个空性，空性啦空性就是清净的物件。当然，这个缘就是哪，叫做哪，法界嘛，法界嘛，充虚空遍法界嘛，这叫做无碍嘛，这叫做无碍嘛，是不是啊？这叫无碍嘛，这个叫做通化嘛，马上解释通化嘛，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当中，你这个缘的内底当中，因为你最出来这空性的内底当中，因为伊那是一个很清净、很无能、加清净无念的物件，伊都无物件能叫念掉，所以伊流露出来就是无碍，就是法界的通化。拢是阻碍的，但是伊这个物件，你心的物件、善心的物件，你种了什么因落去？所以咱常讲因果，就是讲这物件。圣人是惊这个物件，凡夫是惊这个物件。圣人伊要做这个因落了后，要怎么这做后壁这个因出来？看你做什么因。所以咱今日修道是安怎？咱要布施，咱要了愿。咱要做这佛事，咱知影，咱一定要做佛事，要做佛事，咱嘛知影做佛事，因为这个因做的一定袂歹。但是咱拢知影有相的去什么？有相行施，有相行施啦，行施啊，有相行，就是讲我今日在做有相，我要做，但是咱伫心相呢？心相的行施，你心上的行施，咱这方面咱就法度。现在心上的行施，心相的行施，
咱上辈才常常讲，你的笑容嘛是形式，你的心清净，你的一行一动，这叫做心相的形式，因为相由心生嘛，面目心正嘛。咱这个有相的形式，咱讲我今日度人，我今日讲道理，我今日做上下礼，我今日做啥物件，是毋是呢？咱常说，伊是这个物件是安怎？咱有看到物件，但是咱有看物件，这个物件绝对来自心内，这个物件就是心。但是我拄则讲，这个是对心来，这个这个对灵来，这个对手来。有一个方向要互我形式，有一个物件要我度人，有一个脑要我创脑的，咱知影。但是咱这个心上的形式，各位，咱这个物件控制袂好势，因为这是一个无形，嘛上歹处理就是这个物件，心相的形式，咱的心念的转化，咱有法时时刻刻咱保持一个保持一个无念的心，保持一个欢喜心。保持一个清净心，咱可能保持这个物件，其实这哪是艰苦，哪是我能处理的。所以，因为金刚经这段话就是咧甲你讲，对三心不可得的心，这粒心来做代志咧，有出发点。哎，讲咱伫咧逐个修学道内底当中，咱面对着咱伫修办道遮尔一个代志，咱这粒小可通达到平等心，平等心，那做甲你讲。平等性，所以这个平等，平等就是讲无对谈、无对立，这叫做平等。平等就是讲，无长短、无关系、无大小、无这物件。咱若做来讲，平等性质也心无变。咱心有变就是无平等嘛，做简单道理嘛。你甲想看觅，咱伫修道内当三心不可得，叫做平等嘛。我请问，咱有三心不可得，咱有平等无？今日，咱是安怎受到遮侪问题，遮侪是非，遮侪对立，遮侪你我，遮侪长短，遮侪对立，有遮侪物件，咱甲就是因为咱这个心无通达到三心，因为过去心记的，现在心执的，未来心一直咧生，敢是安尼常常这嘛？所以搭伫咱修办道内底当中。咱无通达到一心不作两关，所以咱大道当无通集体现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因为这段话就是讲，忍得，你有一个忍得，当然你就是变成一个所得，所以无通达到最究竟的法。所以充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来做言。这就是这样咧讲因缘去来行布施啦所以咱头拄则讲啊，三心不可得，你有一个得叫做能得，但是有一个能得，都有一个所得。咱若做安尼讲，能所不明啦性相不入，能所，这个能得的，甲这个所得的，那么具名啦有名。性相不同，就是讲这两个拢总，这个甲这个若无一个认知，这个所得就袂起来。那安尼你就入去到哪？平等物件。你就要到平等就是咱拄则咧讲的，你用你如是心，这心咧做代志。所以咱今日伫这当中呢，甲你讲三心不可得，会心去布施。那安尼当中呢，叫做自心如主。你在思想上咧修行，思想上修，要做到安住真心，当然就是咱等于行布施，也无去自想，真心就当安住好势。所以金刚经的第18分内底当中就讲内心，你把彻底心内内心的这个相空掉，不着相。三心意是不可得，就是有所住的心去行布施，不去自觉布施相，这代表行实相的布施。所以伫这当中呢，
咱而且讲到内容，这个自相无相吼，所以自相无相，这是因为咱拄则讲的，你这个第四分，啊，咱讲叫做妙想无住，住相，住相，住相，无相，住。无主主心无主了，毋是主相嘛，主心嘛主心无主咱伫经文经的第四分就在讲，主心，温和应主，云和应数，云和相互其心，是第二分就讲这物件。所以这个心，主心叫做相互。你这个心含无咧说，你这个心就唔免做。这个心若含无袂好势，因为这个心黑白泡泡草，安尼叫做自心。你这点做就是你安住的好势袂？甲你讲起来，你这个因，你要做这个因，你控制好势袂？你这个因若控制袂好势，你这个缘走出来了后，你就怎样去啊？那你这个的安住，这个缘你就控制袂好势。咱这是社会，咱的社会你甲看，是安尼社会足侪计较，社会足侪比较，社会足侪非常论断正常好亲，就是因为伊今仔日要做啥代志了后，